古水的鸟仔变成水白月，又画呈现花东纵谷的美丽风景。这是蒋勋老师所画的作品。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风景甲众生的展览，蒋勋老师就将伊伫疫情期间伫七乡万安村林阿尾所画的作品，互大家欣赏。那这批画比较特别，是在2021年的5月。那个时候，我记得全台湾大概都很紧张，因为之前我们的疫情也守得很好，好像忽然一下子爆发了，所以我就不敢回台北，我就住进了池上最南端一个农舍。大概3个月当中，没有任何人来找我，因为大家也都害怕。那来找我就是猫。那所以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一些猫陪伴我，然后他们就睡在我的画上面，那我超惊，他们也在旁边睡觉。所以这次的风景与众生，风景都是东部的风景，众生就是这些猫。我要感谢这些猫，因为我过去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到猫，这些猫我都不知道名字。我有机会跟猫在一起，发现它们身体这么柔软。他们的身体这么自在，好像没有任何紧张，那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比起他们来说太多的拘束。那所以我这次也展了一张书法叫心无挂碍，我觉得猫在教我什么叫心无挂碍。这摆总共展出600优画以及200水墨画，画展同时推出新册，将蒋勋老师伫林阿尾的生活分享给大家，同时希望借着展览，让大家伫后疫情的时代会当平安静心。举办这一次的蒋勋老师一系列的活动，包括讲座，还有画展，还有签书会。蒋勋老师可以带给我们一处清洗的水泽，可以分享他身心安顿的生活美好。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蒋勋老师这一系列的活动，可以带给我们身心安顿的力量。蒋勋老师的作品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出到明年2月12号，欢迎大家会当来看画作，感受蒋勋老师所示的鸟仔以及风景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